伫国道1号落南的岛南路段是定发生事故，所以国道公路警察就伫246.6公里的所在，无定时使用这个非固定的测速翕相设备来抓超速。也毋过，这外观看起来煞亲像是一个变电箱啊，引发民众真大的批评。 铺设的变电箱设伫国道1号岛南路段边啊，汽车为边啊一台一台驶过，驾驶人袂特别注意。不过，进前有网友伫社群公布，这是国道警方的改装术。变电箱内底不定时有藏测速翕相机，下骹原来有人留话批评国家伫抢钱。实际询问国道用路人，大部分拢认为变装无必要。我有看到这影片，这个真的太傻了，太瞎了啦！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到这样了。 就伪装成这样啊！原本该有的一些设计，而不是说可能伪装成一个什么变电箱这样子，那会导致用路人会有混淆的一个状况。这样，国道警方证实，针对岛南路段最近发生真侪件严重事故，所以设一个固定式变电箱，会无定时伫内底放非固定测速翕相设备。地点就伫国道1号路南246.6公里的所在，而且翕相的地点头前900公尺，有明显写警5字测速处理标志提醒，一切拢符合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至2条第3项规定。采用非固定测速照相设备，令公务单位亦以该路段测照点前方900公尺处，国道1号南下245.7公里处，明显设置警52告示牌。 比起传统俗称三角架，也就是移动式雷达测速设备，驾驶较好认。不过，国道警方采用变电箱的外形，引起民众的不满。警方是讲，超速40公里以上，会当以道交条例罚上悬36000块的罚款，当场禁止驾驶，并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，呼吁用路人依照速限行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